当时甲不巧做伙啊！你害我怎么样还没结婚就嫁？你真正你也碰到第名，你先冷静啦！你害我怎么囝大把肚，你叫我冷静？你生气，我嘛就生气啊！这是病，没当你讲的大声声，你出来这样讲。有一摆不巧心情无好，阮伫咧饭店啉酒，迄暗我嘛真歹记住，后来就愈来愈侪解，阮的感情嘛愈来愈深。我当然嘛有注意啊，谁知影无说你不巧就安尼有成啊。公囝啊，咱毋是讲好啊，你放弃不巧，互我甲亮亮做伙，你竟然反背，做出这种代志，啊？爸，你叫亮亮来约，我感觉约袂着呢。你意思是讲，恁爸就含办就对啊啦？莫吵啦！你的意思是讲，阮不巧主动找你去饭店的呢？一开始是伊较主动啊，毋过做伙以后，就我较主动啊。这件代志嘉庆嘛知啊，我讲的拢是真的。好啦好啦，两个人有咧交往就 OK 啦。好佳哉，毋是伊的钱。 OK 啥会啦？啊，阮不巧主动的，一定免负责呢。我要负责啊！我刚才不小久久了，我一定要负责。你辛苦做伙才来讲负责，你敢知影？查某囡仔有心是一世人的代志，凭什么改变阮不巧的人生？哈？亮亮，歹势啦，是我袂晓教囡仔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莫你管，嘛免你负责。以后恁爸仔囝莫给我出现在我的面头前，闪啦！亮亮，亮亮，亮亮，亮亮。难道民众都活下来了？好啊好啊啦，较细声呀。我要娶不巧，我看不巧结婚。结婚？你有偌济钱啊？想要结婚？我有10万，10万，就要娶某饲囡仔？我会使去谈啊！我会负责不巧跟囡仔的生活。负责？你即摆哪知影负责任啊？就不应该互不巧大巴肚啊啦！无才调啦，搁想要结婚？我唔爱甲你讲啊，我要去找不巧。你拄则是无听着因啊，人即摆就是不是要卡着你啊！好啊啦，拢莫讲啊，恁两个人先软去休困，啊，才交我甲亮亮就好啊。阿姨，非常失礼。我甲不巧应该先结婚才生囝，我无颠倒病啊。也毋过，请你一定要相信，阮的感情是足认真的，我一定要负责到底。妈，你莫生气啊啦！哎呦，你一定讲要负责负责，结果你连家己拢管无好，就笑想要结婚咯。啊，你就是讲结婚是遐尔简单的代志呢？哎，亮亮，我知影你即摆当咧风火头啊，啊，阮兄弟落卡嘛足生气的啊。因为我即摆代志就发生啊嘛，我是建议啊，阮这两个少年先结婚啊，啊，囡仔生落啊，囡仔嘛是保护靠。哎，其实有囡仔是好代志，喜事嘛莫再生气啦。兄弟，你讲对无？是啦，亮亮，咱两个啊，只好不得已做一家啊啦。对啦，安尼就代志拢圆满了嘛。哎呦，阿贤婿啊，什么叫圆满啦？啊，朋友恐惊拢做袂成啦，还去讲什么亲家啦？我甲大家讲啦，啊，我较早就是还袂结婚就大巴肚，结
辛苦，你嘛拢知影啊。所以哦，我不准不巧，嘛变成安尼啦。妈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囡仔要摕掉？